歡迎收睇第二集。今次我哋聚焦喺生成式人工智能喺個人工作層面嘅影響，用微觀經濟學嘅概念去了解工作環境內部嘅變化。我哋先從生產成本開始。對於一間公司嚟講，僱用工人、買設備、用人工智能工具，都係生產成本嘅一部分。如果人工智能可以比人類工人更平或者更快完成某啲工作，佢就會改變公司嘅成本結構同埋組織生產嘅方式。例如法律助理，以前佢哋主要嘅工作就係審閱長篇法律文件，而家人工智能工具，例如 Harvey AI， 可以喺幾分鐘內總結成千上萬頁文件。喺呢個例子中，人工智能就取代咗人類嘅勞動力去完成呢項特定嘅任務。如果人工智能能夠更快、更低成本完成呢項工作，公司就可以減少對人類日常審閱文件嘅依賴，從而降低生產成本。但係人工智能唔一定係替代品，佢都可以成為人類工人嘅輔助品。2023年，一項針對軟件開發人員嘅研究發現，使用 GitHub Copilot 嘅開發人員完成編碼任務嘅速度提高咗55%。開發人員仍然需要設計系統、做決策、解決複雜問題，但係人工智能加快咗例行編碼嘅速度。喺呢度，人工智能同人力係輔助品嘅關係，將佢哋一齊使用，可以提高生產效率，同時降低每個項目嘅平均成本。另一個例子喺平面設計，人工智能可以喺幾秒鐘內生成佈局或者圖像草稿，但仍然需要設計師嚟完善品牌形象，決定乜嘢方案更專業，並同客戶溝通。所以隨住人工智能接管更簡單嘅工作，人類工作者可以更專心從事需要判斷力同創造性嘅工作。呢一個現象顯示喺工作內部嘅分工同專門化，人工智能負責處理重複嘅過程，而人類則專注於更高層次嘅工作。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例行公事、低複雜度嘅任務，例如文件審查，佢可以補充複雜嘅任務，喺編碼同創意設計等領域幫助人類。而對於高複雜度、高人類參與嘅任務，就例如戰略規劃，人類應該帶頭利用人工智能嚟支援。目標係根據具體任務，喺人工智能作為替代品同輔助品之間揾到最佳平衡。所以今集嘅重點係，人工智能好少會取代成個職業，更多時候人工智能會重塑佢哋。通過改變生產成本同埋組織任務嘅方式，人工智能將員工推向更需要創造力、解決問題同人際交往能力嘅工作上。